灣仔錫克教廟白色聖殿嘅社區溫暖。呢座白色建築係香港唯一嘅錫克教廟，擁有超過120年歷史，列為2級歷史建築。始建於1901年，歷經擴建，2022年以全新面貌開放。素白外牆與圓形穹頂，象指純潔與和平。呢度唔單止係宗教場所，更係一個社區中心，提供免費住宿，讓有需要人士暫住最多15日。社區廚房每週免費派發5000份餐點，實踐不讓任何人飢餓嘅理念。錫克教強調人人平等，進入廟宇無論男女都需脫鞋、包頭巾，祈禱時大家平排而坐，打破階級界限。近年廟宇嘅免費服務吸引咗各地遊客，但廟方提醒呢個係為咗幫助有需要嘅人，而非酒店，呼籲唔好濫用。而家呢度定期舉辦導賞團，讓更多人認識錫克文化，拉近彼此距離。呢座白色聖殿唔單止係信仰嘅寄託，更只係愛與分享嘅港灣。